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夏明。咱来看到中美关系是哪来哪歹，双方伫咧外交上是搭来搭去。咱看到双方互相关这个领事馆，美国先爱这个中国伫咧休斯顿这总领事馆甲关起来，换中国才来出招啦吼，要求美国是成都领事馆，咱来看到爱甲关起来。自下令开始咧，中共的这个官方媒体CCTV， 就是中央电视台吼，甚至讲是专程来转播、来直播啦吼，就是这个关的这个过程。咱们看到讲，伫外交上这个冷战演变做热扑扑的这个热战吼。其实咱嘛看到讲，伫咧顶礼拜，美国国务卿 Pompeo 伊咧创咧，伊讲这个共产中国甲自由世界未来有一场演讲内底吼，伊讲中共必须美国边缘化咱台湾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吼，伊讲问什么问题？伊讲吼，这个美中关系是毋是中国所定义的这个双赢？美国现主时敢是较安全的啊？咱来看讲吼，这个两国小枪是真正无好话啦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这个华春莹，伊是讲啥咧？伊批评这个美国这个国务卿 Pompeo， 伊即阵吼是咧舞啥？舞这个新的这个12军东征啦吼。咱看到美中火车烧龙，安怎影响到台美中的关系？伫中国，互因的72点钟的限期愈来愈晚，工作人员赶要甲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票拆掉。一台一台的货柜车，甲美方主管人员包好的物件载走，拄领事馆离开。就伫美国要求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关开了后，中国日前嘛提出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要求。天色渐渐变光，围观的人嘛愈来愈多。对面街路顶悬有民众伫大楼外口挂五星旗，有人摕手机记录这栋建筑物由美国人掌控的上尾一刻。我有一封公开信，我想给到党中央。我是一个普通的爱国者。紧张的场合变做观光景点，闹场的查甫人真紧就去互带走，毋过就惊讲会出现一寡状况。领事馆大门口头前这2天就出动真侪警力来顾，而且管制交通，敢若限特定的车辆通行。央视报道，早起6点18分，美国国旗豆豆降落，嘛那像美中关系降到极点。加油！我是中国人，中国加油！我是中国人。你不要。甲日是美方人员甲门弄开，而且甲中国国旗甲五星旗摕落来机动比起来，早起10点的限期到，现场并无发生冲突，嘛无看到大量人员撤离。中方主管部门了后，就拄正门入去实施接管。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伫咧推特批评讲，美国的行为甲强盗无啥物差别。中美贸易战火佮加上武汉肺炎疫情甲香港异地等等，美中互相甲领事馆关开，关系继续恶化。记者综合报道。这边先来邀请3位来宾来做会讨论。第一位，咱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大家好。第二位，邀请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到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宜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讲到吼，这个美国甲这个中共吼，真正伫外交上一下搭来搭去，咱嘛看到讲美国是哪来哪强的，但是这阵中共的牌哦。是愈来愈少吗？这嘛无一定啦吼，不过咱看起来吼，第一是中国即马军事的这个行动吼愈来愈侪，是伊即马咧演习吼，伊参加的部队军舰无人机是愈来愈侪，所以讲即马美国吼表示讲伊对这个所在是非常的关心吼，而且无可能忍耐中国吼继续对台湾还是其他的国家吼有这个武力的威胁，所以讲。最近大家看到，美国的这无人机愈来愈侪，而且常常拢伫迄个中国演习的时阵飞甲离咧中国足近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表现。就是希望这个大家拢爱了解到美国无希望这个所在发生战争啊。但是我看中国即马看起来伊本身的问题嘛非常的严重。伊本身内部各种的这个问题，这落大雨，加这个贸易、经济、这个疫情的问题，可能拢无完全解决。所以讲，中国伊可能嘛爱互美国一个印象，就是讲，这个内部的问题无影响到伊军事的力量。所以讲，虽然伊内部问题非常严重，伊军事的演习继续演习，继续进行。所以讲。
吼，这个美国嘛，吼配合你，你讲你感觉无问题，我就要提起吼，你本身是有问题，吼，而且是国际社会的这个规则哦，是无可能互伊吼，你想要做啥创啥就创啥。吼，我想这是美国一个吼非常清楚的这个信号。啊，这几工以前哦，美国嘛讲，吼，即马来讲，这个40几年以来吼，甲中国的这种政策吼，美国即马是爱检讨。是，所以讲未来吼，美国可能一项吼，新的这种的政治、军事、外交的吼，这种对中国的这种的这个政策吼，甲过去无共吼，可能会愈来愈侪。其实教授吼，简单甲咱这几集的吼，这规集的这个部分吼，拢先简单甲咱说明一下吼，就是讲美国伫咧外交上吼，啊，佮看到中共吼，可能伫咧演习啦吼，啊嘛开始吼，自这个演习开始，嘛要互美国一寡这个信号伫咧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讲吼，美国这个 Pompeo 有一寡这个演讲，咱等嘛好好讲着。不过要先带大家观众朋友先来了解一下，先咱讲吼，互相来管这个领事馆吼，啊过去咱嘛有讲着，再甲这关使馆吼是较无共款的这个意思啦吼。使馆是讲两边的这个大使啦吼，啊即阵是领事馆这个部分，所以两国有人佫讲吼，啊因两个可能是咧两国伫咧小演戏啦，敢有安尼讲法？咱继续来请理事长。关于大使馆吼，而且是登高嘛。是。那即马关于领事馆吼，迄就是啊，甲你警告。警告尔啦吼。哦，因为你个啥，咱看会到吼，伫咧休斯顿迄个中国的迄个领事馆，总领事馆吼，因为管规个迄个中国迄个美国的南部的迄个所在。那个所在来讲嘛，当因讲啥？美国人伊讲哦，你也是啊，间谍哈，会规个 spy 的中心啦吼，中心了哈，所以伊家己关起来。是。啊，对中国来讲吼，你美国伫迄个成都的迄个总领事馆吼，嘛是专门在收迄个啥，迄个西藏啦，甲迄个新疆吼，是。吼，西藏、新疆的迄个简报啦。所以伊家己关起来。啊，毋过咱比起来来讲吼，因为遐啥？不管是迄个成都吼，甲北京是较远啦，是啊，休斯顿甲迄个华盛顿也较远啦，所以讲起来吼，即两个馆也是较边缘化，哦，伊也要真正中国也要好好甲对话吼，应该是关香港，关香港啦吼，因为咱过去嘛讨论过这个真正香港敢是美国的迄个间谍中心是伫安尼吼，啊，即摆咱来看的种吼，因为去年疫情美中之间吼，是拢是咧做贸易战，是就是科技战啊、贸易战这种物件。今年以来吼，起升是啥？叫做疫情战，是对迄个武汉肺炎这种吼，大家在在啥？大家伫遐搭讲像是这个病毒的来源你这是中国病毒嘛？啊，即马开始这个外交战，是，咱来讲领事馆啦，领事馆战啦。是，这种的战法，所以美国是啥？伊个开始专门来甲你相战，先为迄个啥经济贸易战，是，啊，甲病毒这迄个疫情战吼，啊，即马咧为外交战来，啊，三不五时啊，就是啥，伊的迄个侦察机吼，啊，会当靠近哪来哪靠近迄个啥，迄个。广东这个所在，较早广东遮吼，因还未迄个这叫做军区还未改时吼，伊算做广州军区，吼，较是咧迄个对南海，即马叫做南部战区。南部战区即马对台湾，所以迄个美国遐监察，我是感觉吼。除非讲迄个啥，一些了解因的迄个一寡那个资讯的动作之外，我是感觉伊咧侦察一个物件，伊有咧军队有咧调动无 ？OK， 军队的这个部分你啊，军队有调动，就是讲伊迄个啥，北京可能有迄个决心要战。美国就是爱来随时监控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吼，这回会侵甲遮尔严重吼，自外交上互相关的领事馆，大家嘛咧讲吼，是毋是6月时阵有一个夏威夷会谈，但无好势吼，两国才有可能伫美国才有伫即阵吼出手遮尔济，咱继续来请委员是毋是安尼看咧？我讲迄6月迄夏威夷遐会谈吼，主要是中国拜托美国，伊想要甲美国谈嘛，吼，所以讲即个
也是讲真正美国想要甲中国要谈的时阵，拜托要甲中国谈的时阵，那有可能叫迄个中国人吼，迄个杨洁篪吼，而且外交官走去美国的领土夏威夷迄个所在来讲，吼，啊结果迄个当然结果是讲迄个蓬佩奥伊嘛伫演讲里遐讲着讲。6月是咧谈嘛，但是根本都迄个中国讲话甲以前拢共款啊。伊想要甲我谈，但是拢讲的物件啊，想要答应的物件，拢过拢共款啊，这有啥物要好讲？OK， 吼，所以即马即个美国的这意思是讲吼，已经甲过去，算讲伫迄个 Trump 进前遐 administration 所对中国迄个处理的方式，即马也无共款。我起码我基本上我要求即 reciprocity， 就是讲相互啦。唔是讲互利，就是互相啦。是啦，互相。你也是要对我要求什么款的物件，你嘛爱共款，嘛爱答应我什么款的物件。相应的啦，相应啦，这无什么利益啦，就是讲相应。吼，啊，当然嘛，包括讲中国你做真侪代志，你爱真透明嘛，吼，真等等。咱即马讲着讲这个领事馆会迄个关起来吼，实际上迄个咱知影讲，中国是甲这件代志当作这是外交战。好，所以讲中国来讲，你要关我一个，我就要关你一个，吼，我一个换一个嘛。但是即马看来讲，迄个美国实际上迄工要甲关起来，伊是有真侪，就讲开始来针对即间迄个领事馆内底所做甚物款的代志，像讲吼，除了讲伊咧即个算讲做干迄个间谍以外吼，嘛包括讲伊有对即内底来发动伊的真侪的行动，对。有即个美国籍、美国公民的中国人，啊，包括美国人伫遐来甲伊威胁、甲伊恐吓，吼，啊是讲甲即个算讲有真侪非法的即个活动。所以讲美国基本上是用即个，咱讲即个是 criminalization 吼，是讲用刑事的即个行动来咧对来迄个。控告来甲处分，啊，但中国甲伊当作这是外交战，你要关我一个，我就关你一个。OK， 所以到今仔日咱嘛无看到讲，到底迄个中国讲来迄个来指控美国吼，到底美国遐个人伫遐犯什么罪？哦，所以讲你要甲伊关起，伊若敢讲真空的讲，哎呀，这嘛是美国伫即个所在咧做这间谍战。啊，美国本身就讲，你做间谍战，我嘛了解，但是你做假的代志，这已经超过我的迄红线。是，所以。我是讲，这中间吼，虽然讲互相咧关领事馆吼，但是美国所讲所做的，啊，甲中国伊的理由，这是无共款，两个无共款的 level。是。啊，当然，只啊，佫有发生一件代志，讲有人讲吼，美国本地想要针对是伫 San Francisco 迄个所在领事馆，吼，因为当也是讲要迄个咱讲刺探即个商业即个机密吼，算讲伫 San Francisco 遐，因为挖即个咱讲 Silicon Valley，所以讲吼，迄边迄中国。迄个间谍啊，讲商业间谍吼，都真济啊，活动嘛真济啊。但是当然 ，Houston 迄个所在吼，是算讲美国真重要一个，算讲生物科技啦吼。啊，加一个咱知影讲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吼，迄度我伫遐嘛。这个生物，这个医疗啊，讲眼睛嘛，包括讲美国 NASA 伊个中心嘛伫遐。所以讲伊是甲太空的这个研究，啊加咱知影讲医学甲这生物科技的研究拢结合做伙。所以讲嘛是算讲一个嘛，美国真重要一个科技研究的一个中心。是，吼，所以讲这毋是讲迄个所在真重要，所以讲惊讲引起迄个所在中国人的即个反弹。所以讲咱关正，因为咱嘛知影讲伫迄个美国南部，尤其是我 Texas 迄个所在，真侪华人嘛拢住伫遐。OK， 因为安怎，就讲迄个所在吼，算讲生活真利便，真侪石油。所以讲真侪人吼，伫迄个所在读册也是拢足俗的。而且我住迄个生活，迄品质嘛真好。OK， 所以咱嘛看到讲吼，美国真正是即阵讲起来是这个师出有门，然后就是咱华语讲师出有门啦。但是这个中共嘛，家升级或者是这个外交战。不过咱嘛看到讲吼，顶礼拜咱咧讲的就是讲美国这个国务卿 Pompeo 啦吼，伊是针对着讲至于中国，还是讲吼这个共产中国吼，到底啊歪向倒位来去吼，发表演讲，咱们先做来看。美中紧张的关系，搁再来请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3日咧加州尼克森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说，讲前总统尼克森当初是想要开放中国行入去世界好意，已经乌有去，必须要放弃相关的政策。President Nixon once said he feared he had created a Frankenstein by opening the world to the CCP, and here we are.
蓬佩奥指出，认为欢迎会当互中国自由化，而且互伊变优先的时代已经过啊。美中交流并无带来尼克森所预计改变。中国利用自由开放的社会来进行扩大对外宣传，说颠倒头来要求西方企业对人权的侵害爱禁声。If we want to have a free 21st century and not the Chinese century of which Xi Jinping dreams, the old paradigm of blind engagement with China simply won't get it done. We must not continue it, and we must not return to it. 两国最近一直出回车，美国日下令中国爱伫咧72点钟以内，甲休斯顿的总领事馆关起来。中国外交部是强烈谴责。另外，美国政府嘛指控有4个中国籍人士隐瞒解放军的身份入境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甲3个人抓起来，另外1个人是秘伫中国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馆。美方称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从事与身份不符的活动。 这完全是恶意的污蔑。美方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另外一方面，美国参议院23嘛通过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法案建议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等等的训练，扩大台湾军人伫咧美国受训练的可能性。国会嘛建议，根据台湾旅行法，应该增加美台高阶军事将领的交流，啊，个人道灾难救助的合作等等。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讲到美国甲中国这个关系真正真歹吼，啊，咱嘛看到讲国务卿 Mike Pompeo 嘛有讲到一寡话啦，吼，咱嘛做一寡整理，先带大家做伙来看。咱来看讲吼，就是讲 Pompeo 迄天吼，伫咧 Nixon 这个总统这个所在这个位啦吼，就是有讲到。 几个重点，咱先带大家来做伙来听看嘛咧吼，就是讲吼，过去交往的政策无互中共还是中国啦吼，走向自由甲民主啦吼，对中共好处是大过美国的这个好处啦吼。嘛来看到讲第二点是啥咧？向中国吼双手拍开来欢迎吼，但是煞看到中共北下利用自由开放的这个社会，啊嘛甲台湾的边缘化吼，这是一个重点哦。另外，咱嘛来看讲吼，面对着中共吼，应该采取着什么款的这个政策，就是无信任啦吼，嘛迄个查证吼，来看到讲啊，中共领导人这个行为，也是讲吼，非言语吼作为依据啦吼。另外，伊个讲到啥咧？这个中共这个人民解放军哦，为着是要维持共产党的绝对这个统治啦，毋是要保护人民哦。另外，咱嘛看到讲吼，中共吼这个部分啊吼，制定往来这个规则，自由国家嘛必须来定调啦吼，共款的原则运作，来统一战线制定一寡标准吼。即阵若无行动，中共最后就会侵害美国的自由，颠覆这个咱社会所拍拼、所建立起来以法治为基础的这个秩序啦吼。咱嘛听到这个美国 Pompeo 这个国务卿安尼讲吼，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伊15届过去拢会叫这个习主席啦吼，即阵伊家叫做是这个咱看到是这个咱讲共产党的这个部分尔吼，这个部分代表什么意义无？ 因为啊，40几年以来啊，美国认为啊，吼，伊长久以来有一个民望，就是希望啊，透过这个经济的来往，吼，互中国了解讲民主自由吼，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是有好处。是，吼，透过这个美国的这种价值加精神，吼，加意识的这个影响吼，互中国感觉讲豆豆啊改变伊个共产的体制，变一个自由这个世界，变做较至少较活自由吼，较接近这个国际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吼较价值。但是啊，即摆美国即摆就感觉讲吼，这种完全是对民望啊，无可能。但颠倒吼，中国利用这种美国的资金，吼利用美国的这个社会吼，吼摕这种的各种的好处吼，愈食愈大，吼变做即卖一种足大的威胁吼。颠倒美国甲其他国家是摕伊是无办法啦，吼看伊是无法度去甲处理，吼看到伊愈来愈大，吼愈来愈好野，吼但是咧伊完全无感谢，吼嘛无讲伊改变伊本身的体制，吼所以讲即卖美国的认为啊吼。这个重点是啥物人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吼，这个共产的体制吼，是中国也是世界吼上大的问题。吼，所以即马伊就学了台湾的民主，就是讲啊，这台湾的民主吼，过去咱美国是无较重视啊。吼，这个意思就是讲吼，这个民主吼是未来美国甲中国吼，这个来往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武器甲吼，这个诉求啦。我想这是这个这边讲这种话，但是吼，
我看到就是美国政府吼，即马爱可能还有一个机会，互中国吼有改变的可能。OK，所以讲伊即马吼虽然伊话是足硬，但是新的贸易啦其他即个对中国的即种的 punishment 即种的处罚即马咱看起来也是无足济。是，一位时阵有，即马是毋是有新的继续提出来这是咱爱观察。因为即马毕竟中国是一个足大的国家啦伊对美国即马贸易虽然是贸易战以后贸易是有降，但是嘛是足济。所以中国是不管如何，伊是亚洲一个足重要的即个存在啦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安怎爱联合其他国家和中国行正路，我看是上重要。所以行正道啦行正道，所以对所有的美国其他即个朋友国家来讲除了保护家己的安全以外就是爱注意讲是毋是爱配合美国和中国行正道。OK， 是讲咯，假使讲有一个国家还是地区就是虽然美国伫反对中国私底下还是希望甲中国跟美国之间摕利益。我中国我受这可能就是一个美国可能爱一个对。不管是安怎爱对付你嘛好，还是爱批评你嘛好这是爱注意。就讲国际社会安怎来处理甲美国徛共边啦有影，咱嘛继续要来请教，就是讲这个全世界这个美国安尼一化啦全世界敢会对伊行另外嘛要讲到这个蓬佩奥一个重点，就是讲咱看到讲中共过去就是安尼迫害这个台湾和大家美国过去的这个社会内底拢无甲台湾看好起啦边缘化起啦所以有两个问题，第一问题就是讲全世界是毋是甲美国徛共边？第二个就是咱台湾安怎来看到这个蓬佩奥演讲所提示的部分？咱继续请李署长。咱会晓看到这个新冠疫情来了这个西方啦，特别是欧洲迄个所在国家是足无团结的啦，足无团结，尤其德国德国啦，法国啦，迄个意大利啦，这两个较袂落，敢剩这个英国较会第一行。是即马第一个欧洲，澳大利亚啦，澳洲啦澳洲啦，敢这两个国家较会第一行尔其他国家是山扑扑啦，所以即马这个啥，这个美国要爱得像2001年迄个时阵的迄个恐怖主义的迄个就是靠边站徛共边啦我看是足困难的。OK， 因为即摆利益甲2001年迄个时阵的中国的发展，甲即摆无共。OK， 所以迄阵也是西方国家甲伊的利益经济利益无真大啦即阵中国也是真大市场。你讲迄个啥要甲迄个华为禁掉，是你5G 的是大家拢爱可以，所以有迄个困难度啦。咱讲来，讲到来讲，其实中国迄个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咱会使来讲有两个阶段。OK， 第一阶段就是就是迄个啥冷战的时阵，尼克森的时阵伊主要是要联合中国控制迄个苏联。是。所以迄段时阵是政治甲外交较重要。甲迄个啥，即个1990年的代是就是迄个克林顿迄个时阵啦。那尾仔是伊就开始较属于经济方面的交往加强起来。是。尾仔是第啥？迄个特别是2001年迄个，伊入去迄个 WHO，迄是一个足大的迄个改变。所以这20年来就是伊入去 WHO， 伊发展上紧。所以伊上紧的来源是啥？当然，迄个啥个科技，美国拢讲伊伫遐迄个啥，伊拢食人的冷水啦对不啦？偷来或什么，不管，拢是啦拢有啦，拢以后代理发展，以后迄个偷来拢有。所以这个时阵的是美国对伊的期待是应该是伫个啥21世纪了这20年是，你就感觉讲奇怪咧，伊哪发展哪强？唔哪强？对控制方面得较强。OK， 即马控制到什么程度呢？你入面所有的你的迄个啥，你无秘密，没有秘密可言。入面爱手印是
爱照相，爱相拢，所以大家拢爱你去掌握足悬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啥？伊对规个迄个国家的控制，咱想讲14亿人是要安怎控制甲标条？你知影无？伊用团体来控制。较早的是吼，伫毛泽东的时阵，伊就是用单位。是。即摆是用党，你党的是爱听党的话，军队爱听党的话。你的迄个新闻、迄个媒体爱信党、姓党哈，信党，对不对？共产党的这个党啊，你的迄个教育袂使批评，你看嘛，批评迄个习近平得爱开除党籍，还要负刑事责任。OK， 所以这三个足重要的。咱知影统治的迄个啥基准就是军队、学校是。跟迄个啥媒体，这三个你也无法度啊破开伊即嘛是哪来哪迄个。所以中共这个力头嘛，对国内国外嘛是拢一个村卡啦。台湾面对这个啥，这个中国这种哪来哪客观的监管的事，咱是要哪迄个行一条咱的路。有影啦我是还袂想到讲要安那迄个来，因为咱要战，咱也美国已经想清楚啊吼，台湾是想好啊未？有的人还搁伫遐这个要亲中还是亲美啦吼。其实咱们来看讲吼，这个蓬佩奥演讲作为这个回应，咱先来看就讲中国外交部这是安怎回应吼？来讲吼，这个王文斌啊吼，伊是讲吼，中共已经向美方吼严正来交涉吼。自社会制度来讲吼，中国无意思改变美国，美方嘛无法度改变中国啦吼。咱看到台湾咱家己外交部部长吼，伊安尼讲吼，感谢蓬佩奥代表美国政府展现这个坚定的这个支持啦吼，真骄傲吼，这个独裁的这个政权压迫的人有这个希望的这个部分。另外，咱嘛看到讲民主党甲共和党这个参议员拢安怎讲吼？中共这个行为啦，造成安尼回应吼，中共甲这个民主党甲共和党做伙啦吼，团结啦吼，伫对话头顶有一寡这个政策甲目标。另外，共和党第一联邦参议员吼，伊嘛讲吼，美国即阵的做法吼是真正真袂歹啦吼，啊嘛过去吼美国真正无注意到中国的恶行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美国国内的人吼嘛，感觉讲民主党、共和党即阵拢咧拍反中牌嘛，咱继续来请教委员。我想当年蓬佩奥即个演讲吼。伊甲过去算讲美国的迄演讲，尤其是 Trump administration 的即个过去的即政策，较无共款的所在是讲，伊甲迄阿共甲即个中国做诚清楚的即个区分吼。伫算讲2017年年底迄当阵，美国开始出版伊的即国家安全战略，迄当阵，伊当然讲迄美国甲中国吼是算讲伫迄战略竞争的关系吼，啊嘛讲中国是要想要改变现状的一个迄个。强权吼，是安尼啊，但是伊所讲的迄当阵吼，也未甲即个竞争的关系，甲提升到这是意识形态。但咱看即摆即届即个演讲，毋敢讲蓬佩奥，尤其是算讲6月24号开第一炮吼，迄就是即个 Robert O'Brien， 是讲算讲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吼，伊伫演讲内底伫 Arizona 迄演讲内底就讲讲，迄个习近平即个人吼，伊就是斯大林啦，吼，叫斯大林啦吼。啊，另外就是讲，迄习近平这个人吼，伊本身就是一个确实的一个马克思列宁这个主义者，这个信奉者。所以这个30年前吼，迄当阵这个苏联已经要放弃啊，迄当阵全世界拢相信讲，这个共产主义已经无啊。所以讲开始认为讲中国共产党，敢若是讲利用一个共产主义这个衫吼，敢穿伫顶头，但内底完全毋是。甚至嘛有人想讲，包括真侪美国人迄当阵的这个总统嘛，咧想讲这中国就是一个这个资本主义吼，来迄个做伊真正身体啦。共产主义衫敢穿伫外口安尼。但即马我是感觉讲，也是6月24号吼，美国迄国家安全顾问安尼讲。表示讲，伊认为即马即个共产党，尤其即习近平所领导即个共产党，是要甲全世界吼，要搁摕倒转来，变成讲迄马克思甲即个列宁主义吼，甲要安怎甲伊迄个散布到即个全世界。所以讲，敢若参像是讲1950迄当阵冷战，吼，即个算讲重新吼，搁过来。那即马咱所了解是讲吼，当然美国即马即个演讲了后吼，算讲。有的人是讲，其他国家嘛无一定会对，但是咱若是看即个蓬佩奥伊伫内所讲的，伊就讲3个所在嘛，伊讲 Brussels，伊讲即个Hanoi，甲即个 Sydney，
吼，啊一个是越南嘛，啊一个是这个 Australia 嘛，澳大利亚吼，啊另外的。不知唔知讲的是讲到是欧盟，还是讲这是 NATO， 有可能是 NATO 啦，唔是欧盟。就是讲，起码这几项所在已经开始做伙啊，吼，啊，甲迄个美国所想拢共款，尤其是伫蓬佩奥演讲前一个月，咱所看到讲，美国开始动员，啊，甲争取包括日本、包括 Australia、包括印度，因人讲这个 Quad， 吼，这4个国家的一个安全联盟，啊，即嘛开始已经出现啦。啊，另外就是讲中国因为香港的代志。结果，互英国即马开始徛上头前，伊甲即个咱讲五眼联盟 Five Eye 吼，五粒目睭吼，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包括加拿大吼、Australia 甲 New Zealand， 这5个国家即马嘛甲英国做，因为香港的代志。所以讲即马咱即马所看是新的，咱讲五四运动啊，543运动吼，就是讲 Five Eyes， 嘿 Five Eyes 吼，啊甲即个 Quad 吼。南做伙啊，当然毋是讲9个国家，因为中间有算讲颠覆的，算讲差不多7个国家。所以讲，这么一个新的国际联盟开始来形成。啊，伫遮咱也是讲甲过去冷战所看，过去迄美国甲苏联冷战，迄当阵主要战场是伫迄个Europe， 就是讲伫欧洲的即个大陆。所以讲，迄当阵上重要所在是讲安怎互迄个北约哈啊，甲即个华沙工业组织吼，即两个会当，即两个咧对抗时阵会当互即个美国 NATO 即个所在占优势。啊，但是伫东边像讲美国甲日本、美国甲韩国啊，讲美国甲即个东南亚吼，嘛算讲为一个算讲条约或者安全的组织。但迄当阵美国绝对无想要甲遮个算讲双边的。安全的关系，甲伊整合变成敢若参像 NATO 即款的一个迄同盟。一方面是讲，伊迄当阵所有的中心地是西边，是欧洲的，算讲苏联的西边吼，是欧洲遐。亚洲即个所在，就是咱伫遐甲伊动咧，安尼就好啊，其他毋免去管。所以伫迄当阵，咱也是看到讲，包括讲日本，包括讲即个韩国，吼，也是讲包括讲迄东南亚即个国家，甲苏联之间的关系，无讲遐尼对立，吼。刚才今仔即马即个欧洲欧盟吼，甲对中国的关系共款，因为欧盟甲中国伊无啥物安全的迄真根本的即个矛盾嘛。伊即马所考虑是讲哦，中国即马甲咱即无共款，啊美国希望讲咱即马因为价值的关系，咱要甲伊徛共边吼，要来对抗中国啊。但是我嘛甲中国嘛有迄个经济之间的考虑，所以讲伊伫遐定打啦吼，毋知影讲伊想要安怎处理啊。主要是讲。伊伫安全的即个顶头，甲即个中国无直接的即个冲突，无想讲是想讲咱即马伫迄个印太即个所在国家，所以讲咱也是按了解即款的即个状态吼，咱就会了解讲，敢若参像冷战迄当阵，伫即个太平洋即个国家，毋是讲徛第一线来对抗即个苏联，共款啊，即马咱讲期待讲欧洲的国家要徛第一线，要来对付着迄个中国，我会感觉嘛较无可能。所以讲这咱就要了解。但是上重要是讲，安怎这印太、印度太平洋这个国家，像讲咱讲迄个美国、Australia 吼、日本啊，甲即个印度，啊嘛包括东南亚部分的国家，唔免讲所有的国家，但是部分，像讲即个印尼，像讲迄个越南吼，啊像讲即个马来西亚吼，这个国家是毋是愿意甲美国徛共边？啊，另外就是讲即个算讲，咱即嘛有一个新的迄 Five Eyes 吼。Five Eyes 到底伊伫即个所在要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咱所看即嘛是一个新的即个东面吼，要形成的一个过程。啊，当然蓬佩奥伫演讲进前一礼拜才走去欧洲。伫迄当阵，第一结果就是讲，好啊，德国本来咱想讲德国吼，即个国家吼，拢对中国真野蛮伊的迄个钱嘛。结果德国迄个外交部部长。是愿意，讲无愿意啊！高不二中，伊嘛讲啊，我爱迄个针对香港的代志，我爱做跟美国较有法度来配合。所以讲你伫遐吼，虽然讲人真正国家利益，感觉讲伊无一定要想要甲你徛共边，但是你安尼甲讲落吼，伊要甲中国徛共边嘛较无可能。所以起码就讲伊袂甲你动，啊嘛袂甲中国徛共边。所以讲即马咱所看这整个这动态这个过程应该是安尼。是啦吼，所以咱讲吼，中共真济这个动作吼，不过嘛吼，这个国际吼新的这个革命形式开始出现吼。头先咱讲委员嘛讲到吼，这个或者是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啦吼，内底有讲到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吼，这个 Robert O'Brien 然后还有这个 FBI 局长 Christopher Wray， 还有这个国务卿 Mike Pompeo， 还有司法部长
这个 William Barr 啦吼，其实因就是讲吼，这4个人完整制定啦吼，就是有一寡这个作战的这个计划啦吼，就是要来应用讲中共真正是吼过去咱讲吼自由这个民主的这个社会无法度互伊有进展，所以咱即阵要有新的这个想法、新的这个规划啦吼。不过咱嘛讲到吼，去年是这个美国甲这个中国吼建交是40档，今年是41档。咱看自2018年这个贸易战开始，两国就真正无好势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讲Mike Pompeo 为什么选伫这个 Nixon President 伊过去这个所在啦吼，有伊的这个历史这个意义。咱嘛有经历到另外一张图表嘛，要先带大家做伙来看，就是讲中美外交关系啦吼。咱看到迄当阵伫1972年迄当阵哦，咱看到讲美国总统 Nixon 就访问北京吼，迄当阵发布着上海公报。另外1978年12月时阵，美国宣布和咱断交啦吼，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个中国的唯一代表。另外嘛，看到1979年这个正月初一时阵吼，美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建交啦吼，就是咱讲的，去年这个是40周年，今年是41周年啦吼。那么看到1985年，这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吼，这个头一摆来访问美国啦吼。1995年有台海飞弹这个危机，这个尼米兹号这个航空母舰哦，迄当阵战斗群通过台湾海峡。另外看到2001年，中国国家主席这个江泽民哦，甲美国总统George W. Bush 来见面啦吼。中国迄当阵正做是美国这个反恐怖主义的上大这个谈判啦吼。另外咱们看到2005年11月时阵，美国总统 Bush 是访问中国。不过咱看中国这个美国这个关系哪来哪歹，就自这个 Trump 上任开始。2018年咱头头讲到美国甲中国贸易战开始啦吼。另外针对这个通信设备美国开始宣布禁止。另外2020年5月28时阵 ，Trump 佫禁止讲香港的这个关税因为这个港区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嘛看到2020年双方来关这个领事馆啦吼，所以真正的这个中美关系，咱讲的是花袂过头去啦吼。但是咱嘛有讲到中国甲美国头拄仔咱讲的这个部分啦吼，华春莹嘛有一寡回应啦吼，伊是讲啥咧？伊讲这个 Pompeo 伫遮这个今年这个讲话21号，伊讲24号啦吼，伊讲这个伊 Pompeo 想要家己塑造是这个21世纪的这个 Dallas 啦吼，伊讲这个 Dallas 即阵是一个全球化世界。伊讲美国即阵是咧舞新的这个12军东征啦吼。咱咪来看讲即阵华春莹安尼讲，到底伊是徛对边？伊是这个我基督教还是我伊斯兰教安尼？我感觉伊举例拢举唔对啦，因为伊讲的这个东征伊历史上是基督教去甲穆斯林受战。是。伊即马当然，你照伊的讲法，基督教当然是美国嘛。但是中国伊无可能讲伊家己是穆斯林嘛，所以这足奇怪。第二就是中国讲伊是有道理伊常常咧讲美国讲你是无道理，美国是违反国际法、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嘛。伊头拄伊发言人就安尼讲嘛，结果伊即马又讲东征，这到底是家己真正是不是认为伊家己是对的？我感觉伊就错乱的。是，所以这种可能嘛代表讲伊内部的政治对即马爱安怎来对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可能嘛有无共的讲法甲意见。中国内部甲你有无共中国内部啦，因为讲实在就是这个中国这个40多年以来拢是靠甲美国的关系一直得到资金，得到国际上的信任，所以讲伊就发展变做即马世界上第2大的这个经济这个体系嘛，所以讲伊可能本身伊内部较这个实在的人还是认为讲伊无需要过分的甲美国冲突，这对伊来讲是嘛不利啦。是，但是问题就是伊民族主义的国观念是足强的啦，伊嘛惊讲即马美国叫伊改善，伊假使即马就听美国的话可能互伊的内部一部分人认为讲伊即马即个执政者就是无。就是软下啦，所以看起来中国是讲实在，我个人认为伊是无想讲真正爱甲美国对抗，讲偌厉害啦。但是伊嘛无法度啊，因为美国可能嘛无互伊落台机会，无互伊落台机会，无互伊落通行啦。所以我看这个对咱台湾来讲这个爱观察这个未来，这个。中国甲美国之间安尼发展我是非常的重要啦。是啦所以台湾安怎徛起，咱继续来请教咱理事长啦台湾伫咧这个
情绪之下啦吼。过去有人讲吼，可能台湾嘛是这个美国一个棋子尔吼，你敢有安尼看咧？咱会当看吼，即马美国应该讲中国吼，拢是阵容外高啊。哦，双方拢是阵容的对吧？美国是鹰，老鹰啊哈，也哈，这是阵容哈。那这嘛是呐，美国伊家己逼啊，逼战啦。是。哦，因为他是软嘛，伊也示弱哈，伊也是讲我摆软哈。14个人伊免来控制掉。OK。哦，所以这是一个啥？统计术，吼，咱来了解讲，我虽然我当甲美国对抗，是，不过我口水战已经在这样，哦，这个咱知影心理战对不对？吼，共产党上高一步啦，吼，嘿，心理战，迄个啥，舆论战，吼，啊，个一个叫做迄个法律战，吼，这是伊个3战，吼，里面上重要的迄个等于是。无看到的舰会迄个战争啦，是哦，所以这个情形是讲，咱台湾其实咱嘛拄着伊安尼伫甲恁恐吓啦，对不对？咱若要做啥物会做啥，拢是啊，先甲你讲，你是以疫谋独啊，是，你这个我是讲，还有什么那个拒绝武统，拒绝啥以武拒独啦，啊，类似的这种讲法了，拢足济啦，因吼做个想迄种啥，迄种名词，名词出来哈。是。所以你讲啊，新东征，新10日战争，迄第一个观念内底吼，因为伫迄个1991年的是一个韩廷顿哈，美国学者哈，已经过身的哈。伊讲这啥？这未来文明的迄个冲突吼，是迄个西方的基督教的世界，甲儒家吼，甲迄个啥孔子的迄个儒家，甲迄个啥回教的联合，是哦，所以是两个对抗。所以伊即马想到会讲，哇！你即马用这个啥，这个叫对中国的逼战吼，是毋是伊个是像迄个韩廷顿所讲的即叫个啥？如何联合甲西方在对抗的迄个想法？是。啊，不过想法我讲的差足济啊嘛。你1991年的时，拄啊冷战结束，哈，苏联拄啊啥崩溃，哈。啊，甲即个时阵的迄阵的国力啊，甲即马差偌济，你也知影嘛？30年，这30年内底吼，伊的发展甲迄个时阵无共。是。所以迄个时阵的是汉人所想的。哦，甲即马无共哦。迄阵仔是伊爱甲非教去联合，非教世界去联合，即马变啦。因为第二个迄个啥，世界第二个经济体，所以伊代替我当甲美国对抗啊，起码伊安尼想嘛。哦，无迄个啥，迄个邓小平的叫做韬光养晦。即马你看习近平，伊根本就无甲你啥物韬光养晦，伊就是要啥一带一路，甲你迄个啥行出去。是。哦，所以伊就是啥，用即个较侵略性，哦，较有侵略性，要啥，要甲其他的国家在对抗。哦，所以咱是毋是伊有迄个能力？我是感觉安尼足虚的啦。但是伊嘛表现讲，我不惊你啦。是啦，虽然讲吼，即阵外交战甲即阵中共一定嘛有一寡动作啦吼。其实咱看到吼，军演吼。嘛是中共一部数，然后咱先做来看。目标南海，中国解放军进行实弹射击的演练，战机伫海顶是飞真低，攻击海顶的目标，出动几啊十架战机，甲几啊千个弹药，还佫有地面部队随时待命支援。中国官方媒体央视公布训练的画面。伫同一天，中国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推特公布讲，美军一架 P-8A 反舰巡逻机为日本落南飞对中国。下晡2点左右，离浙江福建之间的领海基线才41.3海里，差不多是76.5公里，就随佫倒转去。美军的飞机其实过去基本上都是沿着台海中线在飞嘛，那么现在等于就是说偏西边台海中线的西边嘛，当然就变成说离中国大陆变得比较近了。他们是想要更近海的去靠近中国大陆那边去收集更多的资讯。通常一般来讲，我们这样就是12海里
的领海，加上12海里的近邻水域啊，大概48海里的距离来说的话，这都已经是接近陆方忍受的极限了。美军军机真正伫咧大海出现，尤其是7月26早起9点，E8C 指挥机先飞入南海，这嘛是7月份第5届。接落来 EP31的侦察机嘛来啊。同一天下晡 ，P8A 反舰巡逻机出现伫咧台湾北部的海域，离中国海岸无甲80公里，真有可能是美军侦察机上接近中国海岸的一届。因若这嘛是美军头一届。同一天，伫咧台湾东北两边升空，佮加上中国解放军公布南海演练的画面，时机是特别敏感。美军的军机这样一直在中国大陆的周边这样子飞嘛，会被中国大陆认为那是军事上想要故意挑衅嘛？我这种就表示说解放军很强大，这个你们不要随便来惹我。美国军机挖进中国的海岸，佮加上定定进入南海情疏，敢若是要加强对中国解放军动态的掌握。若中国以公布演练的画面来反制，嘛，互美中冲突的气味是愈来愈高。记者综合报道。两国唔拿伫外交上吼，即阵伫咧军事上演习嘛要来压手把啦吼。其实咱嘛有整理到另外一张图表，先带大家做来看。咱看到讲吼，即个中共啦吼，即阵伫咧南海实弹即个演习啦吼，伫7月25开始，到8月初2号，瑞州半岛以西即个海域吼，进行大规模的实弹演习。禁止海上航行甲渔业作业，强调咧，即个范围真宽吼，弹药即威力真大吼，若是出海吼，都有可能互炸伤啦吼。另外，咱看到讲民军的动作，咱看到南海战略态势监视计划啦吼。7月26时阵，美方嘛派2架军机啦吼，升空来侦收。咱嘛看到讲，其中有一架是即个 P-8A 啦吼。反潜这个巡逻机挖中国领海哦，这个差不多才76公里吼，是美国军机近期近海真早上接近中国的一摆啦吼。继续，咱来请教委员吼，安尼动作，咱头拄讲伫外交上，即阵伫咧军事演习头顶，另外美国军机吼嘛是挖中国啦吼，安尼看是真正咱头拄讲的冷战、热战，真正要烧战了吗？我会感觉当然，即个飞机伫遐互相来看对方吼，到底是咧用啥？即个伫迄个冷战迄当阵，美国、苏联拢有做即款的代志吼。当然，即个美国开始看中国到底做啥，迄个中国看美国做啥，这嘛毋是讲迄最近才发生，以前嘛有嘛吼。咱知影讲，像讲美国伫演习迄当阵，结果就中国一只迄个潜水舰吼，就去浮起来，就是表示互迄个美国航空母舰讲迄。我互伊知影我人伫遮哦，迄2000空，迄是迄16当前的代志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遮个拢是算讲正常，但是一方面咱要了解吼，因为伫中国差不多伫7月初的时阵，伊去同一个时间伫即个黄海，还是讲渤海吼，包括讲东海甲南海3个所在，算讲同时阵拢有一个演习，算讲诚大即个联合演习。到后来咱所看到，讲除了讲即个南海以外吼，到后来中国7月底8月都公布，都讲伊会伫迄瑞州半岛以西嘛，还有另外一个演习。是。所以咱即马看到讲，即美国即届即个军机吼，算讲伫福建即个所在南北即两边咧看，应该是甲即个7月初迄个东海即个演习吼。即个到后来的过程，想要知影讲到底因想要做啥物款处理，甲伊部队之间的一个调动，应该有是一点仔关系。咱是看到讲美国伊派过去即个飞机吼，是 P8 甲 P3C 吼。当然 P8 算讲 P3C 后壁算讲上新的即个机型，表示讲吼，实际上伫遐咧所看讲。反潜也是讲即个了解讲即个扫雷甲布雷遮的代志，我是讲可能这是美国想要知影讲，伫即个东海演习了后，迄个尤其是中国迄个所在挖迄东海舰队的即个司令部遐吼，到底因的想法，到底是要创啥物款的代志，这是应该是有关系。是。另外一个所在是讲吼，就讲迄个中国有遮大演习，咱真侪人是讲即个演习是要甲人政治恐吓是安怎吼？其实。咱知影讲，迄个中国因为即个武汉肺炎的即个疫情吼，所以讲今年差不多1月到4月，所有的活动拢无啊，拢停吼。连伊包括讲像讲年迄个每年吼，差不多拢有，算讲对迄个较细的即个部队即演习，迄当阵伫迄个4月之前完全拢无。
阮知影讲军队演习一般来讲，伊的迄个定数是讲先对较细这演习了，慢慢愈来愈大吼。到差不多像迄个算讲暑假啊，到迄8、9月时阵，算讲一个较大的一个算讲军团级吼，即款的一个演习。过去差不多拢即款的。啊，但是迄个中国因为差不多前4个月拢无。伊连即个今年要募兵吼，要招即个兵的迄个时间嘛拢无法度来处理，所以讲真侪的迄个演习爱拢累积到即个时阵，一概甲用出来。是，所以讲咱即摆先卖讲伊政治的即个讯号吼，因为中国拢真厉害，拢甲真侪物件拢揽做伙，明明毋是即款的物件，讲啊咱天大地大，敢若亲就是讲甲咱迄眼光安怎吼？实际上咱来讲另外一个。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咱发现讲，实际上是中国对年初到差不多4月迄个时阵吼，真侪应该做代拢无法度做，所以讲按迄个累积到这个时阵，是拢家做出来。哦，啊当然这么大这么侪这个算讲小规模这个部队，也是讲中规模这个演练吼，拢迄个接伫这个所在的时阵吼。当然，感觉讲吼，刚才就是讲，哦，真侪天大地大代志真侪。其实是进前还未做的吼，做一届我是讲这个因素爱甲考虑。OK， 所以咱嘛讲到吼，其实咱嘛讲到这个中共吼，即阵的这个做法可能是真侪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演习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讲，其实吼中国即阵吼咧做追债啦吼，看到习近平去走迄度去这个军校内底去看因遮这个军校生啦吼，这嘛是代表另外一个动作甲意义。不过咱讲吼，这个11月初3了啊吼，美国会选出什么款的这总统，要甲这个 Trump 啊来要讲这个习近平啦吼，安怎来去做一寡对应吼？其实咱嘛经历到另外一场民调，要来带大家做伙来看吼。就是讲，咱看到 Joe Biden 吼，即阵是赢52%啦，啊 Trump 是这个40%。到底吼，就是咱讲美国真正是要继续来反中啊，还是讲吼过去有人口说讲 Joe Biden 吼是北京拜登啦吼，所以这个讲法会影响到美国甲中国安怎来这个有做差别啦吼。其实咱要搁请教教授啦吼，就是讲真正咱讲到习近平这个部分。未来的对手到底是 Joe Biden 较亲中也好，还是讲 Trump， 还是讲真正的这个 Joe Biden， 伊嘛无咧亲中，要来拍派这个反中牌啊？大家拢惊讲 Joe Biden 起来吼，可能会挖中国啦吼，对台湾不利吼。其实我是嘛无需要遐尔悲观啦吼，因为 Joe Biden 哦，伊以前做过这个参议员，做过副总统吼，其实咱。台湾吼，甲伊来讲，毋是完全无交情，完全无熟悉，哈，毋是啦吼。而且咧，这个即码对美国来讲吼，伊咧国家利益足清楚，就是无互中国吼继续的挑战，继续的威胁，继续威胁咧美国的利益。是，我想这个不管什么人做总统吼，应该看会足清楚。伊个人当然，伊可能有个人的利益甲个人的这个看法啦，但是吼，毕竟。美国是一个足大的国家，足大的机器，这个政府较大吼，伊嘛无可能讲一想要安怎就完全照伊的意思啦。即马伊透早人讲民主党可能对中国可能是较好，但是伊即马为即个奥巴马时阵，伊嘛民主党啊，伊嘛一开始讲爱来重返亚洲嘛，是就是其实美国的即个真正军事政治方面对于中国的即种的威胁的这种的反感其实已经足强啊啦。这个什么人做总统就是可能这个较小、较细的代志可能有改变。有些代志可能即马共和党较紧，民主党较慢。但是我想这个大的方向大的这个意识是无改变啦。是大的方向啦就是这个反中可能是继续。爱去行的咯吼，上尾咱过来请教咱的理事长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 Joe Biden 还是讲这个 Trump 民调上的这个差距啦吼，真正咱讲吼，过去真侪台湾人吼是讲伫美国的这个台湾人拢是较挖这个民主党吼，但是这个 Trump 起来吼，甲台湾行较挖，所以拢走甲共和党去啊吼，所以你感觉咱头拄仔讨论的52%、40%，叫台湾人毋免惊嘛？咱即马爱了解吼，美国内底吼。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哈，那么抗争甲抗中国啊，反中啦，反中啊吼，迄是一致的。OK， 规个已经变美国的主流的迄个意识。是，所以你看这几年来哈，所有的美国的迄个国会啊，
所通过的保护台湾还是侵台的这种法案哈，即台湾法案这方面，咱会看会到，迄个不管啥物法案，拢会当伫个参众两院哈，拢会当通过。是。哦，最上新的就是啥？邀请咱台湾的迄个军队吼参加环太平洋的迄个演习。所以这个看会出来就讲啥？这规个拢是因国内的已经是迄个主流的迄个想法啦。但是呢，这个自由派的，咱上尾请咱讲的这个自由派，这个反川普啦吼，连反共都无要认同，敢有影？实际上，即马就是讲吼，咱拢讲遐外交政策，当然，迄个即马迄个民主党甲迄个共和党对迄个对迄个中国爱较硬，即款的这个态度是拢是共款的。是。但即马对台湾来讲，咱就算讲有怎样定达，到底迄个创即个拜登哈是讲伊做总统，伊对迄支持台湾即个部分，敢袂像讲创唔遐尼强。OK。所以讲即马一个算讲迄现在这淡嘛吼，主要是对台湾的支持的即个部分，到底会做到安怎？所以讲变成讲台湾即马爱做是，先甲即个创即马咱甲咱所做的是真侪物件，看法都该制度化。OK。有法度算讲，无论讲什么人来做总统哦，这个变成到这是这美国一定爱去维持落去的这款的做法。所以咱讲除了拍这个反中牌吼，甲台湾的这个关系制度化，嘛是一大重点啦吼。是。有影，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吼，咱讲到吼，这个台美关系啦吼，中美关系吼，三台吼，这台美中这个关系会安怎演变吼？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多谢感谢。